各位兄姐，大家平安，真欢喜！伫礼拜日，佫会当看到大家吼，会当伫遮同心来敬拜主。恁敢知影今仔是几月几号？12月28。是今年的上尾一个礼拜日，嘿，咱今仔日是咱今年上尾一个礼拜日吼。感谢主，一年过去的一年的中间，上帝安尼保守看顾咱吼。虽然迄天气安尼变来变去，毋过上帝有缘保守看顾咱啦吼。虽然外口的一寡变动足侪，拢足侪，互咱感觉无平安。但是咱的主耶稣甲咱伫地吼，互咱伫主的内面，咱拢有真有平安吼。佫伫会当同齐伫遮组织来敬拜上帝吼。昨暝有地当惊着无？足大吼！其实我家己嘛感觉讲我就足有信心的，但是地当来的时我嘛足惊，闭伫迄个倒骹安尼吼，就会惊，迄款感觉吼会真惊啦吼！求上帝帮助看顾咱吼。咱今仔要来做礼拜，咱进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真感谢你。今仔是伫2015年的最后一个礼拜。阮伫主你的面头前，阮实在爱带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虽然伫过去的一年，阮毋是遐尼平顺，阮嘛有拄着阮的身体无爽快的时阵，阮嘛有拄着阮生活上的阻碍，也是阮做会输，做会重担。阮感觉阮嘛是难免会忧愁，总是主你甲阮同在。你有讲过。无论阮伫甚物状况，主你拢伫阮的身躯边，伫保护看顾阮。阮有阮的生命中间，阮有主会当甲阮陪伴、同行、同在，这拢是主。你赏赐阮的遮尔大的福气。主，阮伫你面头前，我要献上感谢。无论阮过去，阮的祈祷，主你有应允，还是无？阮知，伫阮的生命中间，主你是掌管阮的生命的主。你伫阮的生命中间，拢有你的旨意，拢有你美好的旨意，有你的计划。阮伫你的面头前，无论阮伫甚物状况，阮拢要伫主你的面头前来献上感谢。阮来特别为着阮的教会，来伫主你的面头前来献上阮的感谢。伫阮过去的一年的中间，阮的事工有做，阮伫推广，也是伫计划。有时感觉阮家己做了无真好势，阮的教会嘛无真完美，总是阮相信阮拢真心真力伫主的面头前伫服侍主你。愿阮教会所做的会当吸引搁较侪人来到你面头前，会当。凡也来到你面头前的人，拢会当得到主你即份的疼痛。阮嘛爱学习，将阮的性命的掌权，拢完完全全交伫主你的手中。愿主你来带领，愿主你来，搁来伫未来的搁来的日子，拢有主你的引带。愿要做礼拜进前，伫你面头前献上感谢。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礼拜进前，咱同齐来学习甲咱的诗歌吼。首先，咱要来唱。今仔日所选，团队特别所选的歌30首，细汉囡仔学落天父。咱若是伫教会大汉的，咱拢知影即首歌伫咱细汉伫咱主日学的时阵，常常伫唱的诗歌。咱的伫马太福音伫18章1节到30遐嘛有安尼讲，耶稣对学生安尼讲：我实实在在甲恁讲，恁若无活转来亲像囡仔。决断袂入天国，所以咱着爱学习咱囡仔的单纯，
囡仔的谦卑的即款款式吼，的即款囡仔的心灵，所以咱的生命若要改变，咱要进入咱上帝国内底，咱就要性情要亲像囡仔吼。所以咱50咱拢家唱吼。来。主，请咱再来掀开咱的荧幕内底有啦吼，即首是无伫迄个今仔咱要献的诗歌内底，将听传出去。伫即本圣诗推出的时阵，教会定定唱即首歌，将听传出去。咱享受上帝的恩典遮尔大，毋是干那咱白白享受尔，咱嘛爱将即个福音传出去。所以即首是将听传出去。因为咱伫年底的时阵，咱拢爱算数上帝恩典嘛吼，所以咱毋是干那彼此相听尔，咱爱传福音，这是主耶稣伫要上天进前，伊有交代，着去到普天的传福音。所以，请咱来唱这首歌吼，请将听传出去。来，将听传出去。将听传出去，无论透风啊落雨，将听传出去，传到街头到乡里，将听传出去，无论透风啊落雨，听着分享，唔通丢丢，快快乐乐传出去。传出去，将听传出去，将听传出去，传到街头到乡里，将听传出去，无论透风啊落雨，将听传出去，传到街头到乡里，将听传出去，无论透风。完整的一首，你若有看圣诗的时阵吼，伊才有写1甲2吼，迄是头一遍唱，第二遍搁唱一遍的时阵，爱迄个后壁吼，爱将机会传出去吼，迄就较悬的音吼。好，咱搁唱一遍好无？
传出去，将听传出去，传到街头甲乡里，将听传出去，无论通风啊落雨，将听传出去，传到街头甲乡里，将听传出去，无论通风啊落雨，听着分享毋通丢丢，快快乐乐传出去，听着分享毋通忘记，把好机会传出去。感谢主，丢丢，较少年的可能毋知影什么叫做丢丢。丢丢就是很犹豫，一直在想我到底要做啊唔做，这个就是丢丢吼。好，感谢主，咱过来唱一首诗歌，同齐来学了主，我唱哈利路亚。来，我唱哈利路亚，主是我命。我唱哈利路亚，主甲我同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困求求主甲我同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恳求主让我行起来。我唱哈利路亚，主是我命。我唱哈利路亚，主甲我同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困求主甲我同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恳求主让我行。好，咱听唱到这，来，请咱闭眼心来敬拜咱的主。
我要时时学乐耶和华，学乐伊的话要常常伫我的喙。我的心要因为耶和华来夸口，谦卑的人听见也要欢喜。恁甲我着学乐耶和华最大，三甲尊伊的名最悬。这是咱三甲来吟圣诗，圣诗第30首。细汉囡仔学乐天父。细汉囡仔学乐天父，伊听咱，伊听咱。细汉囡仔学乐天父，伊听咱，伊听咱。请咱起立来吟全首。细汉囡仔。请坐。这是咱用主所教示的祈祷文来祈祷。请，愿伫天立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去，着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这是咱三甲来启应，启应文第31篇，伫个圣诗的后壁面。启应文第31篇，也是诗篇127篇到128篇。现着咱三甲来启应。厝体若毋是上主建造，城若毋是上主固守，恁早早起来，晚晚才困。上主所疼的人，今日是上主所赐的产业。少年的时所生的，今日种地把把的人真有福气。敬畏上主的人真有福气。你会当食双手拍拼得到的食物。你的某伫厝内亲像高结果子的葡萄树。敬畏上主的人一定遮尔幸福。愿上主对錫安赐福予你。愿你会看到行行顺顺。
即时请咱大家三讲额头来祈祷。万军的妖花全能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伫2025年最后一个主日，阮阁会当聚集伫你的圣殿，孝顺过去的日子，祝你伫阮生命中所留落的稳定脚业。主啊，回头看，今年有欢喜，也有目屎，有丰富，也有欠缺。阮要为着所有的平安，向你献上阮的感谢。若是伫阮软弱、跋倒、得罪你的时，阮也愿意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恳求主你大大的怜悯甲赦免。主啊，阮无要求未来的日子天色定定好天，阮只有求你将迄份对天顶来的平安藏伫阮逐人的心内。求主赐予阮平安的灵，互阮伫即个世间的风影中悠远，会当靠主你充满愿望徛会牢。主啊，阮特别要将阮的国家台湾的未来交托伫主你的手里。面对中国的威胁甲紧张的局势，阮要承认人的能力有限，但是阮知主你是和平的君王。恳求主赐落属天的智慧，互两岸的领导者拢有聪明甲智慧，甲慈悲的心。主啊，阮求你亲自来引带因，除去一切怨恨甲骄傲，互和平的机会伫公义中来显现。求你保守台湾这块土地，互遮诚侪蒙主你看顾、祝福，有太平、和平的国家。主啊，昨暗半暝，伫宜兰的外海发生真大的地动，咱的土地建筑物有真大的震动，也互真侪人的心惊吓。主啊，你知影咱人心内的软弱甲不安，求你的神亲自来安慰众兄弟的心灵。主啊，我嘛求你差遣使者来帮赞遐受灾的家园，互众人看见，虽然地会改变，山会摇动，但是主，你是阮的避难所，是阮伫患难中随时的帮赞。阮感谢你。当阮要进入新的一年的时阵，主啊，求你教示阮，就爱将阮头前的道路全然交托。阮虽然毋知影明仔载会安怎，但是阮知影是主你咧掌管明仔载。求你继续带领阮每一个人的脚步，无论伫家庭、伫工作，还是伫咧教会的服侍，拢有主你的心意，甲满满的祝福。愿你的话成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受赐阮平安。只是咱三甲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个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2章
41节到52节。伫咧圣经新约第66页，路加福音第2章41节到52节，现着我来读。逐年搬过节的时，伊的爸母去耶路撒冷，到伊12岁的时，照节期的礼拢上耶路撒冷。节期已经明白，因倒去的时，囡仔耶稣也要带伫耶路撒冷。伊的爸母毋知，拍算伊伫东行的人的中间，行一日的路站。则伫亲情甲3捌的人的中间找伊，找无到就倒转去耶路撒冷找伊。3日后找到伊伫殿里坐伫遐个先生的中间，也伫听，也伫问。听伊的人拢奇怪伊的聪明甲伊的应答。爸母看见伊就戆影，伊的老母对伊讲。囝，你啥事安尼款待阮？你看，你的爸甲我伤心找你。伊甲因讲，啥事找我？敢毋知我应该伫我的爸的厝吗？因未晓得伊所甲因讲的话，耶稣就甲因落去到拿撒勒来承顺因。伊的老母将这个话拢记伫心里。耶稣的智慧甲年岁哪间天，上帝甲人哪听伊。读圣经到这，只是请圣歌队来赞美，因要献的诗歌是着用专心。
即时请礼和传道师来讲道，伊今要讲的题目是得神甲人欢喜的囡仔。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互阮平安度过今年，会当伫即个最后今年的即个主日，会当同齐大家组织伫遮，做伙来听上帝的话。昨大家敢有错一个？敢有足紧张的？昨我洗身躯洗到一半，我汤光光安尼撞出来。阮某惊到想要去甲门拍开，我讲等下我穿衫。嘿，昨真正是一个真惊险的一个下暗吼，啊，感谢主，赏赐互阮每一个人拢有平安。伫咧今仔讲道开始之前，咱做伙来祈祷。听阮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伫即个圣的主日，你组织阮伫你的厝内底，同齐领受甲你之间疼的关系。愿主你的圣神即时甲阮同在，无论是讲的也是听的，拢伫你圣神的引带启示中间，来得到你的养赐甲帮助。咱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今仔日是2025年的最后一个主日，毋知影各位兄弟姊妹，恁今年感觉过了好无？伫咧即个今年，咱敢有经历着啥物款的转变？咱敢有行过啥物款的关山旷野？团队有准备一个小惊喜要来互大家，咱做伙来透过一个影片来回顾今年咱伫文山即个属灵的家庭，上帝到底带领咱每一个人经历过啥物款的代志？咱做伙大扫除，小朋友大家拢做伙迄落，今年开始的太早的礼拜，受兰州搁偌济，咱做伙画彩蛋。有一个梦想在我心头，一路上不该容忍独自停留。只要你愿意。这是去南方澳的场刊，这是母亲节活动，时装周，母亲节时装周。再来是亚瓦礼拜，咱做伙去满场啊，搁有运动会。甲社区的兄弟姊妹，咱做伙有运动，做伙交易，做伙享受上帝的疼。再来就是夏令营的筹备，同工训练到初肯，到夏令营。即摆的夏令营，咱教会互侪侪囡仔，社区的囡仔来到咱的教会。咱阁有发生侪侪互咱艰苦的代志，总是伫即个过程中间，上帝一路拢甲咱同在。去到南方二这个所在，传播上帝的福音；去到厝内，甲遮的人来分享上帝的疼。这是南方澳的福音队，再来是玛纳团契的主日，会长因咧分享因的见证。因伫团契内底所得到的勇气，阁有家庭礼拜，阁有一个电影的欣赏，甲青少年忧郁情绪的这个讲座。阁有侪侪兄弟姊妹伫今年洗礼，诚做咱属灵的厝内的一份子。这是诵读圣经的活动。大人囡仔拢做伙读圣经，用无同款的创意、无同款的方式来读上帝的话。阁有同工的训练，中级同工的训练会，
做伙伫即中间超出上帝对咱的心意。很大迄场是木栅国小120年的周年，甲教会的活动，一直到最近咱的一个聚餐，感恩节的聚餐，阁有感恩节的音乐的见证会，邀请三妈唱歌，阁来咱点到教会下顶，希望上帝的光临在伫文山这个地区，透过大港节期，每一个礼拜会点到的这个集会，嘛提起咱耶稣已经为咱来降生，一直到圣诞节的舞会，咱透过侪的表演，嘛想要甲社区、甲所有兄弟姊妹分享耶稣降生的这个福音。阁有芭乐姐姐，阁有阮的这个报佳音的活动，这是少年团体所做的一个活动。这摆去万丰社区，透过唱歌，透过活动，将上帝的听分享出去。伫咧2025年，对于文山教会来讲，真正是一个无容易的一冬，有侪的欢喜，嘛有侪的目屎。上重要的是，我伫即中间看到上帝的听，真实伫即个教会内底。今年是我伫文山教会2年半的时间，伫即个中间，我看到讲上帝的听，真正伫即个教会，诚做咱会当伫患难中间彼此扶持。当我咧看这个相片的时阵，我咧想，咱敢有完成上帝伫2025年对咱的教会的目标？当我咧看这个相片的时阵，我问上帝讲：我敢有完成？我敢有达成你呼召我来到这间教会的呼召？其实我毋知影，各位兄弟姊妹敢有发现，我伫今年的讲道内底，我有侪讲到咱甲天父上帝、父母甲囝儿之间的即款的关系。其实这对我来讲，可能是我人生，毋是讲可能，这个对我来讲是人生上重要的一个身份。因为我想我所做、所行、所想的这一切，我的服侍、我回应的呼召的起点，拢是在伫即个身份。我听人并毋是因为我是一个牧者，是因为天父上帝会听，伊先大声听我。我服侍并毋是因为我是传道，是因为我听上帝的厝，这嘛是我属灵的厝。我原谅是因为天父上帝伊先大声原谅我。我一切的起点，我想拢伫即个关键的身份内底，也就是我是上帝宝贝的囝。所以今仔日我想要透过《路加福音》第2章41节到52节即个经文，一个大家真熟悉的一个故事，来甲大家分享今仔日的讲道，就是得到上帝、得到人所喜爱的囡仔，是虾米款的即个囡仔？伫咧经文一开始，伊就互咱一个真重要的一个资讯，就是因每一冬因拢会登去到耶路撒冷来过即个搬过节。当咱咧看即个过程的时阵，咱会当知影耶路撒冷到拿撒勒即个所在，差不多是100公里到120公里左右的时间。伫即个过程中，因迄个当时的律法是要求成年的男性一冬需要去耶路撒冷朝圣3摆，就是搬过节、五旬节、甲大寮仔节，就是住棚节意思。即3个节日，因拢爱去到耶路撒冷来朝圣，来献祭。实际上，即个律法并毋是安尼死定定的。若是有真正带伤远，也是讲你有
年老啊、破病啊，甚至是你伤丧凶，你无法度去到迄个所在，也是讲有政治的一寡的问题的时阵，其实是无一定爱遵守即款的律法。总是咱知影看到讲玛利亚甲约瑟因是每一当因拢愿意来照着即个传统也好，也是讲因真正敬畏上帝的即个心志，因去到即个所在来献祭。因为即个路途真远啦吼，所以通常拢是整个即个庄仔内底的遮的亲朋好友啊，大家招的吼，一个朝圣团，安尼做伙来去到耶路撒冷。我想迄当时可能嘛是因为吼，同行的人有侪真熟悉的人，所以伊的爸母可能就是玛利亚甲约瑟可能着忽略对伫耶稣的旨意安尼。才直到讲伊过一工才发现讲耶稣无去啊，这是真正较憾啦吼。啊，毋过吼，当因发现讲耶稣无去的时阵，因心内真紧张、惊吓、迫迫，因赶紧伫即个人群内底来找耶稣伫地。结果是3日了后，因伫圣殿内底来找着耶稣。伊坐伫遐个犹太的教师的中间，落甲作者伊伫短短的第2章，伊就提醒咱强调2摆，即个囡仔渐渐咧大汉。伫咧40节到有52节，伊拢有强调耶稣的年龄、身体、智慧，伊的属灵的生命，拢对着伊的年岁来渐渐来加添来成长，渐渐来成长，成做一个上帝所疼，佮得到所有的人所疼的一个身份。所以，当咱今仔日透过今仔日的经文，咱会当看到一个时刻，就是过去拢是透过天使也好，也是讲先知、饲羊的人，也是讲等等的遮的人来宣告耶稣的身份。总是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耶稣伊家己宣告，伊就是上帝的囝的身份。而且即款的论述嘛换来一个真奇怪的结果，就是啥物？伊的爸母无明白、无了解。咱若认真来想这个经文，你嘛感觉足奇怪吗？头前这个第2章的经文内底，迄个有一个西面有无？西面，甲一个啥物安娜、亚拿，对毋对？因拢已经甲玛利亚讲遮济迄种，因的感动，伊的领受，更加毋免讲进前遐个天使啦，等等的遮个人拢一路拢咧甲因讲，耶稣恁即个囝偌厉害，偌特别安尼。啊，为虾米因两个佫无法度明白？为虾米？我想应该是因为迄当时因两个无法度马上转变理解即个身份的转换的即个过程。因可能会想讲，因互耶稣雄雄的即句话用较无啥，就是讲，啊，毋是13岁较成年吗？啊，你即马甲我讲安尼是，你要住伫圣殿吗？你无要缀阮转去啊吗？啊，即马我阁是你的爸爸妈妈吗？啊，是即马要安怎？你即马讲即句话？你讲你毋是爱留伫恁差点说那个恁老爸恁阿爸留伫恁爸爸吼，谢谢，留伫恁爸爸的厝内底，安尼阮的厝咧，你无要甲阮转去啊吗？对毋对？所以因就开始因为即句话雄因的角色毋知要安尼，我要食做你爸爸妈妈，还是我要食做你的信徒、你的门徒，啥物？因就开始无明白啦，吼！所以伫即个过程中间，伊就无法度来了解，马上来了解耶稣是上帝的囝的即个身份的转化的过程。所以咱真正会当看到真趣味，就是总是安尼，耶稣敢有对因转去？有哦，耶稣嘛是对因转去了后，然后伊记录一句话真重要。耶稣的妈妈就是玛利亚，伊将即句话，伊虽然还袂了解，总是伊将遮个代志安那放伫心内，一直咧想，一直咧想。所以今仔日的经文，其实拄仔过圣诞节咧，咱拢无，拢应该拢真熟悉啦吼。然后咱会当看到讲，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耶稣甲伊天顶的老爸，佮有地上的爸母之间的迄个关系。甚至咱会当看见，甲感受到约瑟甲玛利亚迄种做耶稣地上的爸母的迄种经历，亲像啥物？亲像我的囡仔，亲像佫毋是我的囡仔的一个矛盾的心情。有一个戏剧叫做啥物？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吼，
大家有看过这部戏剧？有吼？其实我无看过，毋过我知影这段话是出自一个黎巴嫩的基督徒的诗人，叫做纪伯伦，伊所写的迄本册《先知》内底的一个章节叫做《孩子》。好，小可我有简短，我没有把全部的放上来，小可念互大家听一下。这个孩子这一个诗里面，他写说：你的孩子不是你的，他们是生命的子女，是生命自身的渴望。他们经你而生，但非出自于你。你可以给他们爱，但别想把你的思想也给他们。你的房子可以供他们安身，但无法让他们的灵魂安住，因为他们的灵魂住在明日之屋。你好比一把弓，孩子是从你身上射出的生命之箭。弓箭手看见无穷路径上的箭靶，于是他大力拉弯你这把弓，希望他的箭能射得又快又远。欣然屈服在神的手中吧，因为他既爱那疾飞的箭，也爱那稳定的弓。其实当咱咧看这个诗人所写的这个囡仔的这个诗的时阵，再来看今仔日的经文的诗，咱可能会当来问咱家己一个问题：你的囡仔，敢会其实不是你的囡仔？不要怀疑，不要夫妻不要互相怀疑哈，绝对是你们的我不是迄个意思。我要讲的是，伫今仔日的这个经文内底，咱会当对约瑟甲玛利亚甲耶稣的互动内底来看。纪伯伦所写的这个诗的时阵，咱阁爱来思考，咱甲咱的囡仔之间的关系到底应该是啥物？当因翁仔某发现耶稣胖去的时阵，伊种惊吓、迫迫、紧张，甚至是袂爽、无欢喜，一直到啉来吼，一直到一路看到耶稣的时阵，因啉袂调，可能迄阵时我感觉口气可能嘛无偌好，伊就讲。你为虾米要安尼做咧？你为虾米要安尼对待咱咧？对待阮咧？即句话是毋是嘛是时常咱对伫咱的囡仔所讲的？你哪会当无照着我的安排做？我着拢甲你安排好啊！为虾米你要安尼做？对不对？为虾米我已经拢帮你计划好、想好即个你未来的道路啊？为虾米你煞是要行遮，要做即款的代志？当咱的囡仔脱离咱的掌控，也是讲想象的时阵。咱心内迄种着急的迄种机制就会开始出现，咱就会开始侪的紧张情绪出现伫咱的心内。但是12岁的耶稣，伊甲咱，互咱一个问题，伊讲：为虾米要安尼咧？你毋知影，我应该爱以我老爸的代志为我的意念吗？所以，若是有一天，咱的囡仔要断考啊，伊足认真咧读册读了啊，毋过伊讲爸爸妈妈，我即礼拜六吼想要去教会，啊，毋过你可能甲讲，你平常写了后袂？安尼你若即摆考甲无好要安怎？你无需要搁读一个吗？结果恁囝甲你回讲啥物？伊爸爸伊甲讲，爸妈，你敢毋知？我爱伊，我天顶的老爸为我的意念吗？这时阵你会安怎？甲巴两个做纪念，还是你要甲拍拍手？我毋知影恁会安怎做啦。伫咧25号迄天，阮几个辅导带青少年的团契的同工做伙耍一天，嘛进行一个同工的训练。伫即个中间信群带一个体验教育的活动，其中伊咧问讲，遮个同工因的名的意思是啥物？人谱的意思是，这是伊家己讲的哦。人谱的意思是讲，爸爸妈妈希望伊成做上帝的仆人。可选代表的是一个温暖的意思，伊林代表的是旷野内底的一个绿洲，李浩代表的是浩呆。我代表的是一个广阔明亮的天空的意思。其实，咱每一个人的名，可能拢代表长辈对咱生命意义的期待甲想象。
甚至会当讲是因可能对伫家己人生的期待、投射，也是讲不满足。其实即个过程，即个名的背后，无论是期待也好，等等的也好，可能拢经历拢是综合了咱的长辈对咱甲对因人生的一个经验的累积所产生的一个综合的期待。总是伫即个过程中间，咱嘛会当伫咱的名可能会当看到讲，咱的父母可能无希望咱安尼，无希望咱成做啥物款的人，等等的安尼啦吼。我头仔是想到讲，我昨看到一个迄个题外话，我昨看到一个酒报，咧写有一个牧师叫做李阿呆呢。真诶，我昨去看到阮朋友甲我分享即个名，所以我头仔向当机，我想到即个名嘛真趣味好。所以吼，咱会当伫遮个名内底真正看到讲，父母啊长辈对咱性命的期待到底是啥物？伊希望咱成做啥物款的人？总是耶稣的一句话，就是你毋知影我爱掠我老爸的心意做我的意念吗？当咱将地上的父母的眼光重新对焦，原来原来咱的囡仔并毋是咱的囡仔，是上帝的囡仔。这嘛是显现咱伫咧小儿洗礼的时阵的誓约，也就是咱愿意用真理、祈祷、好的行为，将咱的囡仔带来到上帝的面前，互伊成做上帝的囝儿。就亲像一个神学家伊所有比喻的，伊讲啥物？伊讲父母应该是爱成做土，爱成做日头，为遮的植物提供即个生长的环境，而且互因的中代的形体也好，所结出的果子也好，拢是在伫上帝为即个囡仔所设计、所命定的。土敢有法度决定苹果结出来了变酸啊？应该是袂吧，对不对？所以吼，伫咧纪伯伦的诗内底嘛有讲一个真完美、真美好的图像，也就是弓甲箭，弓甲箭，对嘛？箭。对啊，所长在顶头好，弓甲箭，一个美好的图像，就是咱有时阵，咱父母拢以为咱是迄个神射手，对不对？啊，毋过咱就想要决定讲，安尼我要甲即个箭射去地，我要甲射去台大，我要来甲射去美国，射去啥物款？射去医生，吼，射去地，咱有足侪的希望。但是透过耶稣的回答，咱会当发现讲，原来上帝才是安那，迄个真的神射手，伊真正才是神射手，吼。而且父母毋若只咱会发现讲上帝迄个神射手，然后咱父母是啥物？咱只是迄个弓而已啦，弓啦吼。所以，若是咱成做一个弓，咱来做啥物代志？我整理两项。弓的责任第一个就是爱稳定。迄若弓若无稳定安那，带来，安尼你要后袂射去地，对不对？所以吼，迄弓的责任是爱稳定。若是你即个弓弯曲的无稳定，箭伊就无法度射袂准吼。所以所谓的即个稳定，并毋是讲咱遮做父母的袂当犯错，而是讲父母爱伫伊的生命的中心，他生命的核心的价值，甲情绪顶面爱有一个可被预测性的可靠性，可被预测的可靠性。好，这台语我毋知要安怎讲，就亲像讲，父母伫咧外面工作，啊，你足大转来到厝内，看到囡仔无写功课，安那，袂就真无欢喜，就讲，啊，你仔拢无写功课，啥物诶？啊，毋过第二天吼，你加薪领着年终转去了吼，转去看到囡仔共款无写功课，讲啊，无要紧啦，无写功课，来，爸爸买咸酥鸡互你食，哦，安尼这囡仔会安怎？伊无一个标准，伊毋知影，怎要安怎？拢看爸爸妈妈的面色安尼。所以咱应该是会当安尼来讲，啊，爸爸即马真正真忝，爸爸今仔工作心情无介好，你互我安静10分钟了，我来看你的功课好无？咱会当好好来讲遮个代志，表现一个稳定的一个情绪甲反应。过来伫咧价值观嘛爱稳定。
伫价值观亲像啥物？咱拢伫教会哦，你爱听厝边亲像家己啊，你爱听对顶啊、顶顶的，啊叫厝内咧食饭时，我你讲迄个会友吼，啊操哪安尼，互我去迄落做迄代志吼，真正无好呢，安那，就开始讲人的言话啦，还是讲啥物有诶无诶安尼，啊遮个囡仔拢看伫眼内。啊，毋过若是安尼，咱要安怎来做较好？你可能会当讲对，你若真正足想要讲诶时阵啊吼。你若真正想要讲，你会当讲，你讲啊，真正发现伊有遮个状况呢。啊，毋过咱做伙来替伊祈祷好无？求上帝来帮助伊好无？这是一个转变，嘛是一个价值观的一个标准。你爱有同款的标准啊！你袂当伫教会是安尼即款的样子，吼啊！我转去，你是无同款的样子。我迄天有问阮某啦，应该差无偌济啦，就是生活习惯较无好尔，其他是差不多同款。吼，所以吼，若是诚做一个经，咱应该爱有稳定的一个啥物情绪、核心价值信念，搁有一个价值观。啊，搁来第二项就是，咱若诚做经的责任，就是爱顺服。爱顺服啥？神射手，无毋对。咱爱真正顺服伫上帝的引带啦。上帝讲要射去遐，你就射去遐啦，你莫射着家己，也是射着别人啦。吼，所以咱着爱顺趁上帝对伫即个囡仔的设计、甲引带、甲计划，将即个气力透过咱传达，然后互遮个囡仔，然后咱爱怎啊？咱爱放手啦，咱爱放手。亲爱的父母吼。敢有可能有时阵咱无法度放手，是因为咱无开真侪的时间去思考上帝对咱的囡仔的计划、特质、温数是啥物？甚至咱是毋是无做伙好啊祈祷，敲找天父上帝对咱的囡仔的心意是啥物？是毋是咱诚做经，总是咱无愿意互上帝来使用，无愿意屈身来接受调整、修正，来互上帝来使用咱？敢会咱是受到紧张、惊吓、逼迫来使用，毋是互上帝来使用咱？是毋是咱其实一直伫家己心内的期待，甲上帝对囡仔的期待内底互相游来游去？是毋是咱过头硬心、骄傲，无够柔软、谦卑伫上帝的面前？啊，是安尼，咱到底要安怎做？咱着亲像玛利亚，当咱阁无明白的时阵，咱着将这一切放伫心内，一直想，一直思考，一直祈祷，真正期待伫即个中间看到上帝对咱的囡仔的计划甲引带，然后咱只需要诚做好的土、日头，诚做一个好的环境，互遮个囡仔。其实吼，我讲这什么亲子教育吼，足无说服力，我也无囡仔。啊，毋过我嘛讲，啊，毋过其实伫咧带青少年的过程中间，我感觉小可有理解即种做人父母的心情啦。所以，我想当咱承认家己是只是一个经的时阵，同时嘛代表咱已经愿意降服伫上帝的手内，互上帝来使用啊。嘛伫即个时刻，咱就毋若是父母，咱伫上帝的眼中，咱大成爱成诚做上帝的囝儿。也因为安尼，咱无阁需要靠着家己的权柄去压制遮个囡仔，因为咱知影即个权柄无属伫咱，即个权柄是在伫上帝所交托互咱的。咱嘛无阁需要靠着家己的想法去填补遮个囡仔的未来。因为你知影，上帝才是迄个设计师。亲爱兄弟姊妹，咱真正有希望，咱的囡仔以上帝天父上帝的心意做意念吗？其实侪的信仰的教育的失败，拢是出伫连咱家己，咱拢还袂诚做上帝的囝儿。如果咱毋是好的土，咱要怎样互种子好好大汉来结出果子？若是咱将来无体验，受到天父上帝的要挟、接纳，咱阁要怎样安怎用即款的疼来养饲咱的囡仔？
若是咱袂捌认真来听天父上帝的声音，咱搁要怎样来教导咱的囡仔来听？咱的生命敢有啥物款的见证？啥物款的恩典，会当来甲咱的囡仔分享讲，这是我真做天父上帝的囝儿所经历到的。你是天父上帝的囝儿，你嘛一定会有你的恩典甲你的见证。所以今仔日经文最后，互咱一个愿望，就是耶稣的身体，伊的智慧做伙成长，得到上帝甲人的意爱。通常用即句经文，拢来祝福遮的囡仔，希望因会当伫身体、伫灵性、心智、啊，甲有人际关系顶面有一个全人的发展。总是亲爱兄弟姊妹，即个经文嘛是要送互做爸母的恁，嘛是要送互所有诚做上帝囝儿的恁。无论咱扮演啥物款的角色，团队希望伫今年的最后一个主日，真正会当互咱带着即个身份进入到新的一档。因为只有咱大猩猩诚做上帝的囝儿，用耶稣基督做咱的模范，学习要怎样诚做一个甲上帝有亲密关系的囝儿，咱才会当渐渐成长，诚做迄个上帝甲人拢意爱的迄个囡仔，迄个人。所以虽然我真困难一概就讲清楚，要诚做上帝囝儿的过程是安怎，总是我要甲大家分享的一个，我感觉真重要的，就是咱就去听就对啊。你就是要去爱，只有去听，你才会知影听是啥物。只有伫听的过程中间，你会受伤，你才会知影这就是听。只有伫咧听中间，你受到反背，你受到拒绝，你才会知影这就是听。只有伫咧听对答的过程中间，听才诚做听。一直到最后，咱会当发现讲，原来这就是上帝咧听咱的迄款的听。原来上帝就是用迄款的听咱做伊的宝贝。亲爱兄弟姊妹，伫咧2025年的最后，团队想要做一个活动。等下伫楼骹，伫咧迄个办公室遐，我有搭一张海报。即张海报，若有密集恐惧症的，你着小忍耐一下。歹势无电，你会看到讲顶悬有侪顶悬有侪的迄个人头。恁等下落去，我有彩色笔，我想要邀请，若是恁伫2025年。恁想要开始敲找恁要诚做上帝囝儿的即个身份，你要做出即款的决定，你想要做即个祈祷的时，团队想要邀请恁等下聚会结束了后，恁去即个海报顶面，将恁的面画伫即个耶稣天父上帝的怀抱内底。好，伫咧2026年的时阵。咱会当做伙享受伫天父上帝的怀抱内底，所以若是伫今年的最后的即个主日，我真正要邀请各位兄弟姊妹，若是恁愿意领受即个身份，恁愿意真正伫2026年来领受恁要诚做天父上帝的囝儿，恁要经历到即款的恩典、甲引带、甲带领，我真正邀请大家等下若转去有时间下骹。咱来到顶面，甲你的迄个面会当画起哩，然后你会当画一个表情。你若想要写你的名嘛会使，吼。我会伫遐搭差不多几礼拜的时间，互恁拢有时间豆豆完成，互咱做伙来完成这幅图，好无？做伙来诚做上帝天父上帝的囝儿，好无？好。所以真正团队真正期待讲，即个身份会当诚做伫咱新的一档的一个新的起点。因为最后你才会发现讲，原来咱每一个人，你看你隔壁的人，阮每一个人拢是为着即份疼，所来生伫即个世界，要诚做天父上帝的囝儿。这是我要甲大家分享一首诗歌，叫做《为爱而生》。我感觉这首诗歌咧唱的时候，我真感动。这互我想起讲，咱伫即个属灵的家庭内底，真正毋是一个人，咱伫即中间真正满满咧体验着天父上帝的疼。
咱伫即中间看到上帝的亮光，真正伫黑暗内底照光。想要甲恁分享这首诗歌，有那会晓唱的，咱做伙唱哦。有一个梦想在我心头，一路上不该有人独自停留。只要你愿意，小小亮光能在黑暗里照亮。为所爱的发出声音。为所爱的发出声音，唱一首歌让世界倾听。手握着手就有温暖，活得精彩都是因为爱，为爱而生。放手，为爱流泪，为爱而笑，为爱我愿意一路同行。爱里没有苦难，没有惧怕，放下自己，多走一里路，单单相信，没有保留，因为爱里。有奇迹，咱做伙来个对头唱一届。一个梦想在我心头，一路上不该有人独自停留。只要你愿意，小小亮光能在黑暗里照亮。发出声音，唱一首歌让世界倾听。手握着手就有温暖，活着精彩都是因为天父上帝的爱，为爱而生，为爱而活。去付出，拥抱不放手，为爱流泪，为爱而笑，为爱我愿意一路同行。爱里没有孤单，爱里没有惧怕，放下自己，多走一里路，单单相信。没有保留，因为爱里满有奇迹。听阮的天父上帝，我真正感谢你，互阮会当伫文山教会，真正真做属灵的一个人。是你的疼，组织阮伫即个属灵的家庭内底，彼此相疼，享受即款的身份。愿主，你继续伫咧2026年来帮助阮，来用你的疼来疼阮，用你的恩典来去引阮，互阮真正当阮愿意伫咧2026年新的一冬来领取你所赏赐互阮的即个身份的时阵，你就互阮伫新的一冬真正看见你是疼阮的阿爸爸上帝，阮是恁的宝贝囝。我们带着这个新的身份，伫咧未来的每一天，拢做伙，伫这个世界享受你的疼，然后要分享主你的疼。我们要祝福所有文山教会的兄弟姊妹，拢伫新的一冬，因拢真正真实来经历体验主，当阮成做你的囝儿的时阵，是有偌尔美好的一个代志。
我们将这一切仰望伫主你的手中，愿主圣神施去陪伴带领。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是咱三甲内面回应的诗歌，圣诗第502首，主将细囝交代咱。圣诗第502首。主将细囝交代咱，爱咱甲因手来牵。父母做主好帮咱，囝儿我可心平安。请咱起立来吟全首。主将细囝交代咱，爱咱甲因手来牵。父母做主好帮咱，囝儿我可心平安。信仰道路爱来赞，父母做因好模范，凭家德行的带团，行主正路免操烦。阮读圣经上基督，满命真道认真学，时刻少念主恩典，每日甲主相结连，学习地主少年时，信仰到老无偏离，全家归主当脚步，欢喜福山行天路。请坐。是请咱大家闭慢心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若是你还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
请坐。即是我来报告，伫报告的内省，咱先来读今仔日的金句，读2遍。请教育囡仔着用合宜的法，就医到老也无歪错。箴言22章6节。教育囡仔着用合宜的法，就医到老也无歪错。箴言22章第6节。好，下周圣工分担，台语礼拜领唱是杰欢老师，司礼是张景元执事、苏琴、黄慧谦兄弟，献诗是献歌队。书献是曹明祥执事跟郑仁娇执事，教台是曹明祥执事，丢建团兄弟，音控是施浩轩兄弟跟许成兄弟，讲课经理是李和团导师。拜三是8点查经祈祷会，主理是柯牧师，书会是曹明祥执事，内容是哥林多后书第6章。主理礼拜经文、信息甲金句，请大家来参考。主理是传道师。这是献到周报的第6页。消息报告第1项是今仔日要请柯牧师来主持。好，这是咱要来举行教会遮的团契会长、主理校长、敬拜团团长、圣歌队队长的就任。这是要请主理校长赖文如、圣歌队队长余爱玉、敬拜团团长李尔博、妇女团契会长陈桂英、雄年团契会长陈胜雄来到台前。面向我。靠近一点。好，这是咱要来设立主理校长、圣歌队队长、敬拜团团长、妇女团契会长、双年团契会长的就任。这是我要来问恁爱来誓约。第一，恁敢有领受主理校长、圣歌队队长、敬拜团团长、妇女团契会长、双年团契会长的责任，恁有确信这个是上帝调明也无？恁要领受这个职，恁着倚靠教会头耶稣基督，独独尊伊做主来尽恁的职分，恁约要安尼行也无？这是我要来宣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文山东会小会的官兵。设立恁正做本会的主理校长、圣歌队的队长、敬拜团的团长、妇女团契的会长、双年团契的会长，恁着谨慎恁本身的行为，也甲恁所做，常常关心伫恁的遮个职务的代志，尽力伫主的工来归荣光伫上帝，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当阮领受你的职分的时，阮知这毋是阮来敬的，是上帝你竞选阮的。愿你亲自看顾主理校长赖韵如、圣歌队队长余爱玉、敬拜团团长李尔博、妇女团契会长陈桂英、双年团契会长陈胜雄，帮助因伫因的职分顶面，每一天拢有对上帝遐来智慧。每一日拢有上帝恩典疼痛，互因咧关心因的职务，关心因所因带遮的团体，帮助因伫每一天拢用上帝话诚做因上要紧的代志，用上帝听来回应上帝你的行动。愿主你看顾因，互因伫未来的一年，互每一个单位因拢会当。伫上帝名内面得到荣耀，得到帮赞，互每一位成员因的灵命嘛会当得到成长。
愿将因拢放伫主你的手中，愿主继续引带带领，愿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请转过去。咱教会以往有这聘书吼，要互因吼。咱就常常为因祈祷，愿因每一届因的服侍时，拢有上帝甲因同在，开力让拍鼓啊鼓励。好，咱继续来报告。第二项，主流教务同工的会议是伫咧下主日1月4号中昼12点半伫咧地下室召开。这有议员要来参加的，请校长吼、韵如长老来报名。好，第三项就是这圣诞糕，这主日礼拜了后，伫咧1楼的出口，阁有这圣诞糕吼，一人会使2份2袋安尼吼。还没有领的，还没有领的，还没有领的，吼，好。第4项，我袂领，我袂领。第4项，2026年的春联吼，一家有一份礼拜后会使到1楼签名来领。第5项是圣港事奉表，每年第一季的圣港事奉表嘛，伫1楼的柜台这当工有需要这纸本的会使去摕吼。第6项是要请各团客来准备这和会的资料吼，伫咧每年度1月11号进前，爱交这和会资料，互这干事来整理。第7项是1月份的寿星，这请柯牧师来主持。好，咱游员要甲1月份生日的兄弟姊妹来甲唱生日快乐歌吼，请1月份生日的兄弟请起立好无？咱献歌队袂少位哦，团岛牛拢有吼，来，咱做伙唱2遍，来。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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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生日快乐。咱同心为因来祈祷，咱做伙来祈祷。全能的上帝，伫你面前，我满心欢喜。伫2026年的1月份，有最侪兄弟生日，我感谢你，互我会当甲因同齐欢喜，同齐庆祝。愿主你祝福伫因每一个人的身躯顶，互因一生拢会当牵着主对因每一个人的应允，互因一生拢领受属天来的恩典甲疼痛。愿主帮助因伫因的生活中。拢有迄个上帝你的平安甲喜乐伫因心内，互伊每一工都会当学了上帝的名。搁一摆将因交伫你的手中，愿主亲身赐福，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搁甲因讲一摆，生日快乐，请坐。好过来就是奉献证明伫咧周报的内面，请兄弟家己来看。若是有出入的，咱教会出力甲会计来更正。好，即时咱来行平安礼，请咱起立，互相来请安。
咱拢真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做上帝囝儿。咱拢真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真做上帝子民。因为耶稣真做神，因为耶稣入革命。耶稣，咱有过我的人生，欢喜享受主我名，欢喜敬礼伊主听，因为耶稣丰富产业主事听。这是咱三甲来唱所要念的圣诗，圣诗第402首。恳求主你因带我脚步，吟诗线，咱请柯牧师来祝祷。恳求主你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恳求你甲我带过保护。假使我言行欠比是正，赞我逐日遵守你诫命，予我伫黑暗中做光点，对找因带是迷人，这是我人生的全部。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上帝所带来平安甲喜乐，愿主耶稣予咱的毋忘甲救赎，愿信神的帮赞甲同在，甲咱众人做伙，对这粒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默祷。礼拜即时结束，愿上帝祝福大家。